日前有患者来到安南病院的中医部，患者表示，伫咧困中昼起来了，常常拢会感觉到正手的手脚会酸会麻，而且一直会跳到无名指到小指。经过医师的诊断，因为患者常常拍咧困，佮因为长时间咧使用电脑，所以发现伊的正手的手指头啊比倒手佮较无力，而且无法度完全合起来，所以去用判定为轴隧道症候群。那一般呢，如果我们的手肘内侧呢，长时间的因为姿势固定，比如说我们习惯将手靠在桌子上，长时间的用电脑，或者是长时间有些人喜欢打麻将的，甚至就是喜欢在睡觉的时候长时间趴睡的话，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手肘内侧受压迫，而引发了一个所谓的轴隧道症候群。那轴隧道症候群呢，它的早期症状呢，会先从手肘的部分开始酸楚。那再来的，它的症状如果持续的话呢，它会往下延伸到我们的第4只跟第5只手指头的内侧跟我们的背侧，都会有一些麻木痛感的现象。那再严重一点呢，甚至一些日常生活功能，比如说我们开保特瓶，或是用手去转钥匙开门的情况下，这些都会造成它的无法正常的施力。医师沈佩萱表示，这类问题一开始会有无名指，佮有小指会麻会痛。佮有肘关节内侧，嘛会感觉到酸痛。若无接受治疗的话，严重可能会出现无力，甚至是倒球，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日常的生活。好在加在患者经过看了医生了，固定来复健，状况嘛已经愈来愈好。很正常了，就可以就是正常用筷子啊，或者是握拳啊，或者是手掌并拢，完全都可以并拢。啊，一开始是完全不能并拢的，就也没办法施力这样，对。没有就变正常，就恢复得很正常。那一开始也是就没办法，不太能施力啊。骑机车的话，医师要提醒民众，平常时会当透过简单的动作来放松手部的筋肉，来降低手骨的酸痛发生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好，3、2、1，来这张哦。